再来看这高雄的教育界竟然爆出拐人投资的代志，这是一个姓区的查某人，伊是做这国小的家长会长，也毋过呢，煞透过人脉拐人来投资伊的公司。受害者是有医学界，也有企业界的人士，总金额已经超过20亿。即马高雄检警呢是来发动敲催，也毋过这个姓区的查某人早就已经浪港出国去啊。 高雄三民区一间国小的家长会长洪逼出，利用家长会人脉拐人投资其的公司。姓区的查某人去年9月开始担任国小家长会长，因为做人海派交际手腕好，用逐个月20%、30%的利息回报城人投资。拄开始受害者拢有摕到钱，大家食好斗相报，一个牵一个，一直到今年的6月底，找无姓区的会长才知影代志无啥对同。现在有这些东西嘛，刚刚做喊的啊，不应该这样子吧？1个多月前就知道这个消息啦。那时候听到的是说，有校长受害，而且那个金额可能在几百万这样子。他在那一段时间向学校请辞，是用讯息的方式，因他个人的问题，那他就是呢没有办法再继续担任。 校方表示，姓区的会长原底任期是到9月，伊6月底申请时，所落来就找无人。目前学校无老师受害，不过家长会成员有2位。根据了解，除了教育界以外，姓区会长阁有透过一名山球教练看线，熟悉企业界、医学界的人，说因投资，起陆续有人收到钱去报案，才有愈来愈多受害者跳出来情况。初步估计吸收的资金超过20亿。高雄地检署表示，目前山球教练已经交保，不过姓区的被告也未找到人。 10月间执行搜索，邱姓被告于本署接获情资前已出境弃位归国，将循相关途径予以追缉。目前了解到受害者有退休校长医师毛好家人的太太，投资的金额对几百万甚至上亿拢有。姓区的会长今年囡仔拢对学校毕业，敢若是早就将后路拢想好势。6月提早辞职，7月人就出国，糟糕无款项。检方表示，将会透过相关的管道早日将人找到。记者柯家族邱超勇高雄采访报道。